袂歹啊，感想非常好。希望大家继续荣耀啊，以至少啊，全部下一老师认同客家话，就好教尽量来大陆行业歌曲啦，来教学等等，也是非常的拜托啦。希望咱大家有个信心，继续来推动。希望咱主办单位将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啊，副理事长然后咧李志行长大力的推示。 希望咱来有机会啊，继续来举办，什么按这些。今日执照，李贵生前理事长，在座所有的各位演奏，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有看到各位小朋友，下年的成果发表会，我系非常的感动。 记得去年从人家中央事务所介带来办成果发表会的时间，当时无球员开始表演到暗好，所以呢，表示讲所有的小朋友开始做哩有进步。昨天代表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来感谢各幼稚园做来推动客家的语言，尤其呢做幼稚园要拄开始为适应已经有了接触客家语言让所有小朋友呢对客家语言有了非常好的基础。 不管安排是不是有继续再来搞行业的事情，相信呢，生意呢就不会陌生不会陌生。所以在这边特别来感谢各位幼稚园演奏，特别来感谢各位幼稚园的先生，而且共同努力为客家语言来达标。希望大家再次的什么，同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什么，谢谢。